了是坐伫宝座顶的上帝，上帝嘛伫咱每一个人的身躯边，伫咱每一个人的生活中，哈利路亚！每一个所在拢有上帝的恩典，咱继续用这首诗歌来敬拜。走回来。春风吹来，枝阵悠然花香味，树头边结交欢喜的饮食，溪水边草坡青水水果甘甜，我看见上帝的疼充满伫万面。
咱的一生有上帝，就是上大的恩典甲祝福。阿门。哈利路亚！因为咱有上帝，咱拢无论拄着啥物代志，咱拢毋惊，因为咱知影，咱有上帝会当倚靠，伊是得胜的上帝。哈利路亚！咱搁一摆来到上帝的面前，将咱的全心全意献互伊。哈利路亚！天地宣布上帝的荣耀，永长传扬，奇妙的作为，展开双手，万民的巴掌，万民心灵，你是我的上帝。上帝，在你宝座里，心殿充满荣耀，万民敬拜传你上帝，完美尊崇你，心殿荣耀，尊贵灵灵，荣归你灵。敬拜咱的上帝，因为伊堪伫所有的乐，阿们。满荣耀，万民敬拜上帝，完美尊崇你，心的荣耀尊贵，烈烈荣归你。上帝伊大有能力，阿们。阿们。
大有权柄，阿门。阿门。嘛，想属咱基督徒有一个足特别的权柄，就是基督的能力，阿门吗？阿门。所以这个时阵，咱要来祈祷，咱要先大声为着身体欠安的兄弟姊妹来祈祷。用5秒的时间来想看卖，咱身躯边有有什么人、什么兄弟姊妹，还是咱的亲戚朋友，身体是欠安的。好，有想到，好，真好。这个时阵就是咱来替因祈祷的时间。我邀请咱举起咱的正手，是无毋对，祈祷是咱基督徒的权柄。上帝赏赐咱上好一个礼物，其中之一就是咱基督的权柄。所以邀请大家人，咱这时阵大声开嘴，来为着身体欠安的兄弟姊妹来祈祷。咱数到3就开始来，1、2、3，哈利路亚！谢来的西吉来的，起来西吉来的，西来的，起来的西吉来的。是主上帝，阮将这身体欠安的兄弟姊妹交代交托伫上帝的手中。主啊，你是义的上帝，大有义的归咱。求上帝，求上帝帮助我这兄弟姊妹，是叫你病床顶的，身体有无爽快的，筋骨无好的，求上帝拢来医治这一切病痛。来对啊，现在的系列在看的系列的系列。这时阵，我们要来为着后礼拜一件嘛最重要的代志来祈祷。大家人敢知影咱后礼拜要做什么代志咧？要野外礼拜啊！你甲边仔的人讲，后礼拜咱要野外礼拜。后礼拜咱要野外。无毋对，后礼拜是咱的野外礼拜，咱7点半特别伫这个所，特别伫咱3楼开始来礼拜。7点半特别伫遮来礼拜。野外礼拜嘛是咱报道最好的机会，咱有足侪新朋友来参加。所以，咱嘛要为着咱这新朋友，佮为着咱野外礼拜咱的交通的平安，佮天气，咱嘛爱有像今仔日共款遐好的天气，阿门吗？阿门。阿门，无毋对。咱有好的天气，上帝的荣耀，咱相信上帝的荣耀会降临，咱嘛相信上帝一定会赏赐予咱上好的天气，阿门吗？阿门。所以邀请咱大家人举起咱的只手，咱为着咱后礼拜的野外礼拜来祈祷，为着新朋友，为着咱的食物，为着咱的交通。为着咱的一切平安、身躯的健康、勇壮天气，一切拢做伙来祈祷。我数到3，咱就做伙开出来。咱喊3声哈利路亚。我数到3，咱喊3声哈利路亚，咱就做伙来祈祷。来，1、2、3，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谢来的西来的，起来的西来的，西来的，起来西来的。是主上帝，阮将野外礼拜交在你的手中。主啊，你互我的交通一切拢平安。请你希望有咱车点。这个像来的休息的时间，在交会，在聚会，一切你到的状态，嘛互阮一切车子，阮行路伫这个园区内面、绿世界内面，到伫这个所在，阮相信这个所在是上帝应邀的很平的所在。上帝要甲阮同在，阮这个兄弟姊妹，这个新的朋友，参与伫阮教会活动内面，你嘛满有领受，满有感动，因为基督的爱意，上帝听伫阮中间，哈利路亚。来，来敬拜主，举起咱的手来敬拜主。愿的上帝，坐伫宝座顶，圣殿充满荣耀，万民敬拜全的上帝，完美尊崇你，圣殿荣耀。
亚说，哈利路亚。咱举起只手做伙来宣告，圣洁荣耀来请，圣洁荣耀尊贵，拢归于上帝。阿门，阿门。兄弟姊妹，请坐。这时，请咱三角来恭受上帝的话，记载伫旧约撒母耳记下卷第7章第1节到第9节。撒母耳记下卷第7章第1节到第9节，请王带伫王宫，上主予伊无守四围对敌的骄了，享受太平。王对先知拿单讲：“你看，我住伫北旁茶的宫殿，毋过上帝的约柜踮伫布边。”拿单对王讲：“你想要安怎，就通去做，因为上主甲你同在。”迄暝，上主的话临到拿单讲：“你去甲我的仆人大卫讲。”上主安尼讲：“你真正要去圣殿，互我大是无？对我带以色列人出埃及到现在，我毋捌住伫殿内，拢一直住伫布边，也是会幕，甲因做伙行煞。我甲以色列人同行的时，减捌对着一个以色列支族的领袖。”就是无用我的子民来讲，恁若无甲我去北旁茶的殿，当你着甲我的仆人大卫讲，上主万军的统帅安尼讲，我对幕中警调你，互你无搁饲羊，是要互你做我的子民，以色列的统治者。你无论去倒位。我会甲你同在，消灭你面前所有的对敌。我一定互你有大名声，亲像世间的伟人，遐尼出名。圣经读到这，愿上帝赐福听懂伊话的人。即时，咱要请本堂周信龙牧师伊来正道，伊要讲的题目是：使人捌着上帝的心。使人捌着上帝的心，请。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主，哇，咱的多多指示，听叹上帝话，哇，厉害！即句话正讲的台语，这是伫咱长老会内面的台语，较文雅的台语，听叹，毋是听尔，着爱顺叹，哇，这真水的一个台语哈，感谢主。好，这时阵请咱举起咱的只手，咱做伙来宣告来。永光教会是归属上帝、活出基督、活靠圣神、充满荣耀甲能力的教会。愿的确要成全圣徒，活出命定，力行普世宣教的意向，互主的荣耀充满全地。阿门，阿门。感谢主，这是上帝爱咱建立的永光教会。咱大家做伙一只，每一日透过祈祷、透过敬拜，透过关心咱的教会，参与伫教会的礼拜小组培训，也是报道的工作互咱所建立的教会是合上帝心意的，这是咱所努力的，对无？所以感谢主，互咱做伙有一款的意向，咱相信上帝的恩典。要伫咱的顶面搁较侪来显明。一个真特别的消息，就是伫今年的11月初4，天主教的教皇教宗梁14世伊伫即个梵蒂冈有批准一个真重要的法令。即个法令为虾米甲咱有关系？因为这伫讲到神学的物件。这个神学的议题，伫过去天主教甲基督教有真侪真大的一个距离的差别。总是即届真特别咯。教宗伊讲到即个法令的时阵，我听到心内真欢喜，因为即个法令伊是安尼讲，
耶稣检采是对圣母玛利亚对遐来得到智慧有嘛吼？对囡仔出世安尼老母就养饲伊，甲伊圣经的话语，当然是得到智慧。总是伊无对玛利亚，并无协助伊的囝耶稣，将世界对苦难的中间救出来。这真一个神学的议题，真特别咯。这个议题伫这个几百年来，伫天主教的神学家，也是这神父内面，有真济无共款两边人的想法，总是教宗伫11月7日公告这个时阵，这个新的法令的时阵，伊是全球14亿的天主教徒来宣布讲圣母玛利亚并毋是共同的救赎主啦。只有耶稣基督是咱独一个拯救世界的救赎主。哇，这真特别。咱过去伫天主教认为讲去甲圣母玛利亚祈祷，嘛会当得到赦免咯。因为耶稣都有迄个权柄伊老母应该更较有对无？对。所以真侪人要去忏悔，去圣母玛利亚的雕像顶面，伫头前迄搭遐悔改认罪。伊相信玛利亚嘛有一款协助耶稣，因为耶稣伊的囝一定会听囝的话嘛，对无？就爱顺从嘛，对无？囝爱顺从老母嘛，过去总是伫即摆法令安尼真清楚甲咱讲。这个为虾米甲咱有关系呢？因为伫宗教改革的时阵马丁路德甲一寡的宗教改革家，因就是对圣经内面来了解了后，有建立一个真重要的核心的神学。这个神学的价值，因讲的是5个唯一。5个唯一，唯一是啥物？5个唯一就唯一圣经，唯一的恩典，唯一的信心，唯一的基督，唯一的上帝的荣耀。哇，这拢3连咯。这5项其实拢3连。在讲唯一的圣经是啥物？意思讲，敢若圣经以外无上帝的启示。唯一的圣经，咱就是听叹，无阁有其他的。唯一的相信是啥物？咱只有相信尔定，咱无啥物靠着啥物功劳会当换取上帝的拯救，换取上帝的赦免，无唯一的恩典是啥？对，敢若白白得到尔，咱是白白得到的，咱袂当换取啥物。阁有唯一的基督，在讲的就是只有基督耶稣伫十字架顶所做成的功劳，会当救赎既然相信伊的人。唯一的上帝荣耀是在表达啥物？意思就是讲，诚做基督徒的咱唯一要荣耀的就是上帝，袂当偏颇家己，袂当自高家己，袂当压悬家己。无，咱所做的会当做这一切，拢爱归荣耀互咱的上帝。这有重要无？是，这嘛是咱的教会伫即大家领受对圣经来的教导。所以，咱看这5项，讲唯一的基督，就互咱会当更加知影。即嘛透过这个新的法令，天主教会当真清楚来了解耶稣基督甲伊的十字架是唯一的拯救的道路。因为安尼，我感觉已经更加有近天主教甲基督教的这款伫教义神学顶面的一块的距离，这真特别咯。牧师，这几冬除了伫咱的长老教会以外，真有机会受邀请去参与这个国教派联合的大型的活动，也是讲较属伫这个公共的这个议题内面会当来祈祷。后来我发觉这几年天主教的这神父拢有参与伫这个中间，真正是兄弟，真正是兄弟。我就感觉讲，透过11月7日这个新的天主教的法令，其实是更加有近咱这个甲天主教这兄弟的亲密，这是真特别咯。所以感谢主，互咱会当安尼来了解。所以唯一的就是啥？只有耶稣会当救咱啦，阿门。唯一的讲上帝现地迄落嘛，事实就是安尼，只有耶稣基督会当拯救咱尔定，这是会当互咱深信的一件代志。好，感谢主。咱永光教会咱读经的进度
读到对啊，读到撒母耳下卷啊，对无？哇，咱拢会当对即个安尼来行吼。上卷牧师有讲过哦，上卷甲下卷伫希伯来文内面其实无分顶下啦吼，拢是一卷尔。总是上卷会当互咱看见是写到即个扫罗会结束对无？然后下卷就伫描写大卫的一生。大卫的一生，咱看伊是上帝所下心意的人。总是咱嘛伫圣经看见伊的历史，伊的一生内面会当互咱看见，伊有德性，伊谦卑，互上帝使用。伊嘛有犯罪呢，而且是犯迄个大罪，敢毋是？迄个大罪，伊有求赦免，总是罪已经形成，迄个效果有出来无？有缘有产生哦。所以咱会当看见大卫有缘有伊失败的所在。若是安尼，咱再看一个，互人感觉会当真尊重的一个大卫王，伊的一生，咱嘛会当看见，哇，嘛是安尼起起落落，起起落落。所以这提醒咱什么？就求上帝帮助咱，互咱继续读这圣经的时阵，会当去亲像一面镜来帮助咱哦。所以咱爱去抄这个圣经十对无？佮继续努力哦因为已经11月中啊，佮一个半月咱就会当来完成。牧师嘛是真努力哦，有当时较无用嘛，会无法度写对无？总是我嘛努力甲伊补起来哦，所以即礼拜咱就继续来读撒母耳下卷15章到24章，即个中间，互咱会当佮较来认捌大卫伊的一生的过程是安怎。所以今日牧师就用撒母耳下卷第7章第1节到第9节，用即个议题即个讲题，咱做伙来思考。之水会晓明白上帝的心，之水会当捌，会当体会上帝的心，这拢会当安尼来讲吼。所以咱看见，伫撒母耳上卷最后就是记载扫罗王甲伊3个囝，就伫先知进前所应允的，因要共一日来过往对无？事实最后就是因伫基利波甲非利士人的交战的中间，伊的3个囝拢死。扫罗王伊阿嬷有缘受重伤哦。哇！伫即个战役的中间，会当讲是整个以色列历史战争的历史内面，哇，足悲惨、受侮辱的一个战役呢。是安怎讲？扫罗毋是上帝抹油的吗？毋是上帝甲伊同在吗？最后伊却着爱靠着安尼自杀，最后是自杀咯。来了断伊的一生。这会当互咱来看见，伊伫死的以前，伊讲我是上帝抹油的太多，最后会当死伫迄个无受割礼的人的手中，所以伊后来自杀。总是伊敢真正遐看重这份信仰吗？伊生前伊所做的代志，咱会当讲，伊拢已经甲上帝袂记你调，敢毋是？先知安怎甲伊劝勉提醒，伊拢讲我是，后来咧拢毋是。哇！这就是最后伊会遐凄惨，咱会当看见真重要的一个关键，就伫即个所在哦。所以愿上帝帮助咱就爱注心注目伫上帝，毋通干那只有看着家己啦。这非常重要。无论上帝安怎丰富互咱怎样的德性，互咱家庭偌尼咧受祝福，总是咱会记住，咱会目睭也是爱注心伫这位上帝，因为只有伊才是永远的，只有伊的带路，才会当互咱伫无论什么境遇，咱拢会当经历，咱是伊所听的，也行伫伊所欢喜的道路顶面。所以愿上帝帮助咱，互咱会当注心伫上帝毋好看家己较赢过这个信仰，这是真重要。所以伫这段经文，牧师甲咱做伙来思考，真诚感恩的心是接近上帝的人真特别咯。咱看圣经安怎记载，伫这个撒母耳下卷第1章到第3章的中间，伫描写原来扫罗伊的
和谐，佮有人真真旁因真要帮衬因，无爱互大笔会当登基做王，对无？因为军队扫罗王的和谐，这北方的这支派较济呢，所以因就形成一个力量，甲大笔的家一只三战争。不过圣经安尼甲咱描写一句话，就真清楚，迄个结果是啥？圣经咧讲，扫罗的家甲大笔的家战争久久，大笔的家愈来愈强盛，扫罗的家愈来愈衰烂。哇！安尼即句话就足清楚，到底是啥物人输，啥物人赢吼？总是咱看见大笔有一个真好款待扫罗的和谐的心，这是真特别的。会当讲伊是以德报怨呢，伊的心胸真宽阔。虽然因的老爸、因的阿公是安尼追杀伊，总是伊到伫即个时阵，伊感觉讲扫罗嘛是我的忠官，嘛是上帝抹油的，这是扫罗的和谐，我嘛应该爱好款待因，是毋是安尼？咱读即个经文就感觉讲哇，大笔真正就是安尼，较会得到人心嘛，就是安尼，上帝较会欢喜，要祝福伊嘛。这是互咱会当真深深看见哦。然后咱看见，就是大笔最后公处了伫即个耶路撒冷了后，一个真重要的代志，伊就是甲上帝的约柜领子入去到伫耶路撒冷。当然，伊入去到耶路撒冷，本来耶路撒冷是别个异族在统治、在管的所在。伊去到遐重新建设，后来咱称伊做大笔的城，所以咱就看见伊伫遐为着约柜来建立一个会幕，约柜会当真安全，就成做伊的手中的核中心。伊这个动作会当互咱真深的思考哦，这就是亲像伊的列祖阿伯来喊一半样嘛。去到伫打落，伊就是安那起这段敬拜；去到伫打落，就是起这段敬拜。迄是伊整个生活的核心哦。生活上介重要的一件代志，就是甲上帝连结。所以咱看，虽然大笔哇，伊需要较赢这个对敌真济的战争，总是咱看见伊的心。毋是干那看俗世这个代志，这个战役尔，较重要。伊的心是更较济单单归向上帝。伊深信，伊掠上帝做中心，上帝就得为着伊赢一切，这是伊深信的。所以，若是安尼，咱就会当看见上帝为什么会大大祝福伊，这个是真重要的一个原因。所以今日咱读的这条经文，就安尼甲咱讲，哇！上帝互伊丰富，互伊伫耶路撒冷成做首都，建立伊的宫殿了。圣经就甲咱讲，大笔王住伫家己的宫内，上帝互伊安静，无互四围的仇仇来扰乱伊。上帝互伊安静，我是讲是，真正一个王，伊会当安静落来，互伊会当佮好好重新思考伊过去这一切。这有需要无？这有需要，是咱搁较安然无用，求上帝帮助咱，无别去去倒来到伫上帝的面前。迄个是上帝引带咱倒来到伫伊内面，互咱会当安静来思考。我相信伫上帝互伊会当真这个安详国境真平安的时阵，伊会当安静落来，伊一定去思考伊的一生。咱就知影，伊的一生哇，伫主前1040年，大笔伊是出世伫亚西的厝里，对无？伊是尾仔囝，哇，顶面阁有7个兄弟，哇，真特别咯。15岁的时阵啊，先知撒母耳去到因兜，因为上帝指示伊讲，伊伫即个亚西的后裔要拣一个爱甲抹油。哇，拣，找拢无，大家拢毋是上帝，7个拢过来啊，拢毋是上帝所要爱的。哇！然后先知较问讲，无阁有无啊？
伊的老爸较想着，对啦，我甲一个囝啊，伫山顶伫过羊有无？是，迄个时阵伊几岁？15岁。互人，互士大人兄弟卖给一个细汉囝，迄个时阵15岁。然后上帝帮助伊，到伫30岁的时阵，伊成做犹太人的王。这是一种人，犹族的支派、犹大的支派支持伊，互伊伫希伯伦来成做王，伫南部的所在。然后咱看见，伊到37岁的时阵，伊较真正得到北平遮所有的支派的支持，伊就成做全以色列的王。伫这个过程内面，当伊搁思考的时阵，我相信伊的心内面有无限的感恩。所以因为伊有无限的感恩，上帝较为着伊安排较丰盛的头前的道路，敢毋是？所以兄弟姊妹，若是会晓感恩，就有前途啦。阿们。咱的囡仔若晓感恩，一定有前途嘛。许多人一定为着伊排比疼惜伊，这是理所当然。所以咱甲隔壁讲，会晓感恩才有前途来。是会晓感恩较有前途。所以咱看伊就对先知拿单讲，看我住伫香柏树的宫中上帝约柜却伫咱会幕内面呢，伫帐边内面呢，我住伫即个香柏树遐好，上帝的会幕会报即个约柜，搁伫即个帐边内面，布边内面，安尼毋通，总是真特别咯。当伊安尼的时阵咱看见伊是一个体会上帝的人，伊毋是干那想着家己尔。伊是一个会晓体会上帝的人。你看，咱的教会真侪的这青少年对无？个小朋友，这囡仔若是，互咱感觉足大心的有无？看着咱讲阿爸你好，阿姆你好有无？咱感觉这囡仔安那喙水真好，真大心，真得人疼。这是咱会当伫生活内面，咱的敬仪事实，咱嘛期待因会当是安尼嘛。咱的期待，咱的教会这后代都会当是安尼，兄弟姊妹。求上帝，互咱伫信仰顶面嘛是安尼哦。常常就是来到上帝的面前，吟诗而乐，常常伊祈祷，互咱会当去体会上帝的心意，毋是干那求尔，毋是，可会当去体会上帝啊。你爱我为着你做什么？上帝啊，我搁会当做什么？我搁会当为着人祈祷什么？这就是搭近上帝的心的基督徒。咱看大卫会得着上帝的疼，其实这就是伊的一个行动，互咱会当去体会去学习的。所以先知拿单就甲王讲，你会当照你的心意去行，因为耶和华上帝甲你同在嘛。当然。对先知来看，拿单来看，大卫伊即款为着上帝设想的心，这是好的。那对咱来看，是毋是好的？你感觉讲这是好的呀？这是真好的一件代志，敢毋是嘛？总是咱看迄暗，耶和华上帝就透甲先知讲讲伊无要互大卫来去圣殿，总是。上帝感纳伊呢，真特别咯。上帝嘛监察伊的动机，到底大卫要甲上帝去圣殿，这个动机是啥？真侪神学家有无同款的想法。我想这想法遐济吼。大卫无来到天堂的时阵，较来问大卫，看嘛上知影对无？到底伊真正的动机是啥？那对咱看，这是真好的啊！伊家己感觉伊会当伫香柏树内面这个宫殿内面，若是耶和华上帝的圣殿伫遐，互逐个人感觉去圣殿敬拜，这是真水的一个画面，敢毋是嘛？将后来真正有即款的路线，敢毋是？总是咱看上帝毋准伊去真特别。这个会当真济，互咱来思考。总是有一个事实是什么？就是伊真诚的感恩，连上帝的感动啦。这是一个真
真正的一个事实。若是安尼，咱就求上帝帮助咱，会当真做亲像大卫一款，有一个真水的动机来体贴上帝，知影上帝伫咱的教会，伫你的厝要做啥物，你会当堪伊同工来成就伊要做的工无？上帝伊若家己要做，真容易，总是伊较爱的是啥物？就是咱会当甲伊同工，这是真好的一件代志，敢毋是安尼？我伫厝里，若做啥物代志，习惯家己做。潘牧师就讲：你毋着叫囡仔看咧看咧，伊嘛会晓做，敢是安尼？这个动机是真好的。毋过有阵时我会感觉，我5分钟做好，若要甲教吼，爱1点钟。这电火线要安怎扭吼，要安怎用吼？哇，嘿！毋过我有发现，因真够观察，因嘛是在学习，嘛会来囡仔看，嘛会问讲：爸爸为什么爱斗相共无？咱刚才听着即句，咱就真欢喜啊！讲不要紧，你囡仔看就好，我速度较紧，你着囡仔看，你看有道理的，兄弟姊妹，上帝嘛意爱咱安尼，敢毋是？互咱会当甲上帝同工，体贴伊的心，我相信咱就是迄个蒙恩的人。所以耶和华上帝就甲拿单讲讲你去甲大卫讲耶和华安尼讲，你敢通起做殿通互我徛起吗？自从我带以色列出埃及到今，我袂捌带过殿，常常伫会幕帐幕的中间来行线。我上帝讲即个真重要的一件代志，伊的作为伫咱的中间，毋是透过咱为着伊备办啥物呢？毋是因为哇，咱家己备办好，这是个足水的，所以我上帝你着来，毋是呢？伊讲毋是。自从我带以色列人到现今，我拢常常伫会幕的中间伫行线所以就是安尼，咱看上帝嘛大大祝福大卫咯。伊祝福的大卫，即个祝福的应允无带任何条件呢，真特别咯。咱看伫即个大卫的祝福，甲上帝的约定的进程，就是亚伯拉罕之约，到即卖大卫之约。哇！亚伯拉罕的之约内面，咱阁有看见，咱着爱安怎领受，咱较会当成做迄个得到恩典、上帝祝福的人。总是伫即个经文内面，甲讲你甲你的家甲你的国位，要伫我的面前永远坚固，你的国位也要坚定直到伫永远。哇！所以兄弟姊妹。咱所读的这个撒母耳下传第7章，这内面就是在描写上帝亲自主动，甲大卫来契约这是真重要。伊讲耶和华安尼讲我对羊群中间甲你调来，叫你无搁军队的羊群，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你无论去倒落，我常常要甲你同在，要剪除你一切的忧愁。要互你的名最大，亲像世上大有名声的人一般样。哇！上帝用安尼的应允伫大卫的心上，就因为大卫有一个真正顺服、体贴耶和华上帝的心肠，所以感谢主，上帝亲自，是因为大卫伊为着上帝在设想这个事，所以愿上帝互咱。会当搁较体会，伫咱的祈祷内面，咱不只是干那要求祝福尔，咱嘛爱为着上帝来设想。所以伫咱RPG 的祈祷内面，对无？迄个祈祷内面，咱家己无为着家己祝福，对无？咱学了上帝了，为着世界，为着国家，为着咱的社会，为着咱的教会来祈祷，然后咱甲彼此互相祝福，无讲我。主啊，上帝啊，你大大祝福去互我。伫 RPG 内面，咱的教会这3个步调内面无，总是当咱先求伊的国甲伊的义，伊这的物拢要安怎煞互咱哦。阿门。所以这是耶稣所应允的，咱嘛就照安尼来行吼。所以这就是咱教会领受这真理，
挖出来的一件代志吼。所以感谢主，咱看拿单先知就照这一切上帝所默示伊的，甲大卫讲哦。啊，后来咱看大卫的动作是啥？圣经记载讲，大卫就入去，坐伫耶和华的面前讲：主耶和华，我是治罪啊，我的家是治罪啊，你竟然让我到这个地步啊！哇！咱看一个谦卑伫上帝的面前的人，是大家拢呼呼叉叉的一个君王，总是伊伫耶和华面前是显这谦卑哦。伊讲：主耶和华，我哪个有啥物通对你讲啊？因为你知你的奴仆哦，愿人永远尊你的名最大。哇！这是大卫听到上帝应允要祝福伊，甲伊契约了后，伊更较谦卑，更较谦卑，屈低家己。伊明白，伊只不过是上帝的奴仆而已。兄弟姊妹，这就是真做基督徒的你我，拢会当来学习的。所以会当坦然伫上帝的面前承认，咱是一个微细，咱是一个未堪一个，就安尼，咱就搁一届确定，一切拢是稳定。阿门。一切拢是稳定。当咱回顾咱的家庭，咱的过去的一切到行到即马，咱就讲一切拢是稳定，因为咱强调这个信仰，因为咱掠上帝最大，这一切拢是因为上帝稳定通互咱的。所以保罗甲咱讲啥？讲咱着掠基督的心最心，对吧？掠基督的心最心，其实迄个希腊文的心就是念头的意思啦。上帝基督的意念，上帝的念头。所以咱若讲咱着用基督的心做心，其实就是讲咱着爱以基督的念头做咱的意念。阿门。所以若是安尼，咱伫生活内面就会当来帮助咱，互咱会当更较清楚是。咱凡事拢是以基督、以上帝的意念做咱行事代志的决定。这无简单。有时咱拄着刺激的时阵，也是拄着这个紧急的时阵，有时咱会操烦有迄个恶者会有声音会搅吵咱互咱感觉对方甲咱的中间，亲像有迄个无公平，总是求上帝怜悯咱。互咱更较会当亲像大卫安尼，转来到上帝面前，坐落来，祈祷开始。我相信咱就会当恢复圣神的做工伫咱的顶面。兄弟姊妹，这是咱每一日拢会当来学习的一件代志。所以若是安尼，咱就会当看见一个事实，就是大卫伊的一生，哇，虽然是互人看这好的。一个基督的象征，嘛，对上帝来讲，不论旧约甲新约，拢印证讲，伊是合上帝心意的人，伊是倚近上帝的人，伊是捌上帝的心的人，总是伊有缘有伊的欠缺甲软弱，是毋是安尼？若是安尼，咱就会当承认一件代志，讲除了耶稣基督以外。伫即个地球，任何一个世代，任何一个人，无论伊较伟大、较牛，伊拢袂当是完全的。阿门。拢无一个完全的人啦，拢无一个完全的人，拢无一个讲伊是完全无犯罪，无就耶稣基督以外。若是安尼，咱就知影，伊就是道成肉体的耶稣基督，伊就是上帝，伊无犯罪。所以，伊会当担当咱的罪。所以，咱在讲，咱唯一的基督就是咱的拯救者，就是因为安尼的缘故。所以，伫即个宗教改革内面，拄牧师有讲讲唯一的圣经、唯一的恩典、唯一的信心、唯一的基督、唯一将荣耀归予上帝。这五个唯一，就成做咱基督徒伫生活内面，咱的准绳。咱嘛掠即个做咱信仰的根基，阿门。所以愿上帝帮助咱，会当互咱真深深来了解。咱看大卫的一生，上帝互伊成做一个高吟诗弹琴的人，对无？
哇！所以诗篇有150篇哦，内面有73篇是有标写讲，迄是大笔所写的。要占要到一半的，对无？差两篇尔呢，吼！哇，73篇，佮有伫73篇内面有摕到圣殿上帝的殿的，拢总有12篇哦，真特别咯，吼！所以咱看，伊用安尼的表露，伊较无这位上帝，伊爱甲上帝的这个连结，就透过伊的诗的表露。咱看其中的2篇，第一篇就是遮讲有一件事，我捌对耶和华求，现在犹原在憔悴的求，就是一世人住伫耶和华的殿，仰望伊的荣光，伫伊的殿内面来祈求来求问。哇！这是诗篇27篇第4节咯。这是真熟的一个圣经节。有一件事我捌对耶和华求，我犹原要在憔悴，要继续在憔悴，就是一世人要徛伫耶和华的殿内面，仰望伊的荣耀，继续来伊来祈祷恳求。哇！这是大笔的心意。佫有一个咱佫较熟的，就是诗篇23篇的第6节，讲有恩典甲慈悲，的确对我到一世人，我要永远徛起伫耶和华的厝。阿门。哇！这形容耶和华的殿是在讲耶和华的厝哦，真特别吼。这个希伯来文的这个殿嘛会当讲是迄个厝，嘛会当讲是这个殿宇殿堂这个吼这个表露吼所以有恩典甲慈悲，的确对我甲一世人，我要永远徛起伫耶和华的厝。这就是代表了一生得到上帝欢喜的一个真重要的关键。伊较无会当甲上帝永远亲近。愿上帝互咱有这款的看见，较无满足上帝的心，就是会晓体会上帝心意的人。阿门。所以愿上帝互咱有这款的看见哦，咱后礼拜11月23就是亚外礼拜，总是若是伫节期内面，后礼拜是一年一度的感恩节，所以后礼拜咱的是感恩节，总是咱感恩节的奉献。因后礼拜咱要出外，要亚外礼拜，所以咱有甲伊调去到12月初7咯。所以咱12月初7就是感恩节奉献的主日，嘛求上帝帮助咱，像大笔安尼，用感恩的心，较无上帝的心，互咱会当有缘有好的陪伴。到伫12月初7，咱教会庆贺感恩节的时阵，回想上帝过去一年的带领，咱会当亲像大笔安尼，带礼物来到上帝的面前。咱只有一年只有一届来到这个头前来奉献，来表达，互咱教会全教会，无论大无论小，咱拢透过这个奉献的行动来回应上帝过去一年的带领。兄弟姊妹，我相信这就是一个感恩的行动，会帮助咱更加去体会咱所信的上帝是咱深深通挖靠的。所以愿上帝互咱有一款会较定，搁过来这礼拜，咱逐工的确就爱为着咱的亚外礼拜来祈祷，对无？哇！亚外礼拜，咱的教会300多人、300-400人要出去，这个是一个真大的行动。对牧师来讲，有迄个压力对无？迄个压力爱到什么时阵较无？就是大家拢平安回来等于到个厝迄暗佫无啥物电话，隔工困醒的时阵讲，感谢主，拢平安，安尼呢？这是牧师的压力，可能真少人会去体会到对，真做教会上帝托付我来牧养这款的心志，就是因为知影上帝真做我的主，
成做我的大牧者，伊的确照咱所求的来成就这个祝福伫咱中间。所以鼓励兄弟姊妹，这礼拜逐日拢来为着咱的野外礼拜来祈祷，嘛为着今年上帝会带领咱游园会当伫12月初7，咱做伙用行动来献上无限的感恩。阿们。咱甲隔壁讲，12月初7，咱用行动献上无限的感恩来。是哇，咱这是一种的宣告哦，吼，咱觉得这款的宣告是在表达讲是，我就是真做一个会晓感恩的人。我相信我自信伫上帝会晓感恩的时阵，就是接近上帝的人。我相信上帝就要带领咱，也要大大祝福伫咱的顶面。好，来，咱今仔日来读今仔日的这个经文吼，金句吼。各地别个并无拯救，因为伫天下无想出别个名，伫人的中间，互咱点伫伊来得救。使徒行传4章12节，来，搁一解来。各地别个并无拯救。因为伫天下无想出别个名，伫人的中间，互咱点伫伊来得救。使徒行传4章12节，哇！咱这少年的要读这，诚做台语无容易对啊吼！足侪字吼，拢已经变形的吼。总是咱较接读就会晓啊，吼，较接读就会使，就会晓。搁读一解来，各地别个并无拯救。因为伫天下无想出别个名，伫人的中间，互咱点伫伊来得救。使徒行传4章12节，这就是咱基督教的信仰内面唯一基督、唯一的救恩的这个上主要的经文。吼，无别个拯救，伫这个世间无别个拯救。吼。无想出别个名伫咱人的中间，咱会当靠着伊来得救救。无就耶稣基督，阿们。就十字架顶的耶稣讲成啦，就成就上帝拯救的计划，完成伊的拯救哦。所以咱信靠伊的人，奉伊的名来祈祷，咱就要得到帮助。阿们。愿上帝帮助，互咱有一款的信心。这时阵，请咱起立，咱要来吟这条诗歌。咱来回应上帝的话语。心内仰望，爱牢记你的名，只有你会同在眼光显现。是阮作证。
主，阮来到你的面前，阮既然来到你面前，敬拜服侍你，阮就是一个软无你的人。阮意爱亲近你，了解你的心意。上帝啊，阮不但要将阮需要摆在你面前，嘛求你的灵感动阮，互阮所想所讲、所有的意念，拢是对你来，通合你的心意。主啊，阮知你需要同工，阮要讲，主，阮就伫遮求你垂听阮，互阮会当真正落实这个信仰伫阮的生活内面。总是阮嘛知，伫这个世间有苦难，有病痛的威胁，有这歹的念头在甲阮搅吵，总是愿你的灵帮助，互阮靠着你会当分明清楚，互阮成做一个伫你内面参明智慧的人。阮所选择的，拢合你的心意来做，因为阮知，阮的受恩是白白得到的。总是阮听你的声，顺从你的命令，更加会当因为阮互人来得到祝福。愿你帮助，祝阮阳光教会伫遮徛起，也互阮的福音透过后礼拜，阮的野外礼拜，更加会当引带人来进入到伫你内面来敬拜服侍你，也互阮的团体出去一天的路程，拢得到你的眷顾平安。无论交通每一个人员，对老少年到囡仔，愿拢会当平平安安出去，嘛喜喜乐乐、平平安安回来。多谢你听阮的祈祷，一切荣耀归乎你，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兄弟姊妹，请坐。奉献是回应上帝的听，嘛是信心的行动。请咱以感恩的心、敬虔的态度来奉献。开始奉献。会众请起立。会众请坐。这时，事工分享
请亚伦、亚拿传道来分享。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今仔日一开始，咱要来读即礼拜的经文，来伫红色的字来请。愿上主用主爱信息对待你。撒母耳记下卷15章第20节，咱搁一解来。愿上主用主爱信息对待你。撒母耳记下卷15章第20节，感谢主，阿门。咱即条来做伙关心咱教会的消息。伫后礼拜日，就是咱的亚华礼拜，非常的期待要来出去佚佗，嘛相信上帝赏赐咱上好的天气，阿免吗？阿免。所以伫后礼拜是7点来，透早7点来集合，啊，伫7点半咱会开始咱的礼拜，透早的礼拜，所以请咱的兄弟姊妹做伙来注意即个时间。伫今仔日周报顶面嘛有写讲，咱伫亚华礼拜的服侍的人员，所以等伫第2场的时阵，嘛会开一个说明会。啊，伫会记伫7点半，因为咱后礼拜日7点半要来礼拜，所以伫7点时阵集合，就会当来找咱的车长来领咱的名牌。好，来。好。伫12月6号要来召开明年度的全教会事工的研讨会，所以伫透早9点半伫3楼即个主堂要来开即个会，请咱现任甲新任的长级铁三角，佮有咱各单位的首长来准时来出席。嘛，请咱所有各单位的首长会当来准时来交即个事工的计划表。要交予咱的会华干事，伫11月23日进行。伫12月7号，就是周牧师带伫讲道内面有报告的，就是咱的感恩节的奉献主日，所以嘛邀请鼓励咱的兄弟，会当带咱全家做伙来参加即个礼拜，嘛提早来备办心，来感谢上帝一年来对咱的恩典。伫同一日嘛是咱的洗礼日，所以嘛欢迎所有的百姓会当来报名，嘛会当来注意即个时间。好，即礼拜是幸福小组的第3礼拜，所以有非常非常侪的幸福小组嘛有新朋友来到咱的中间，所以会当看到因所备办的点心嘛是非常的丰富吼。好，这是杨青牧区。好，佮有。好，感谢主。好，咱今仔日礼拜了后，伫1点半伫副堂，咱的副堂嘛会召开即个幸福的备课，所以请咱的同工来注意即个时间。11月29日是咱中永和圣诞嘉年华会啊，咱除了周牧师邀请伫迄一天有台语的讲道啊，咱的舞团嘛伫遐有演出之外，咱的永光教会嘛有设伫咱家己的一个摊位啊，即个摊位咧，咱所要做的事工就是要来替人祈祷，来为人祝福，所以咱嘛要征召咱永光教会祈祷的勇士，所以若你有即个时间嘛，请会当邀请咱的兄弟姊妹拨开即个时间，从即个12月29号的下晡的时间来献予上帝，会当来从上帝予咱基督的权柄来分赐，来祝福咱所有的兄弟姊妹。所以若你有即个感动，想要做伙来服侍，会当来找咱的会宴干事来报名。好，过来的拜是透早中永和联导会要来照场地来开会。过来的拜六。咱的南口教会青少年，因总共有24位的同工甲青少年，要来到咱的永光教会，甲咱的青少年牧区做伙聚会、分享，甲来交流。所以嘛，感谢上帝一直咧扩张咱青少年牧区的事工，嘛，互即个南口教会后礼拜来到咱的中间，咱拢有真好的交流。星光学院伫昨下晡的时阵，因办一个亲子趣味保龄球赛，总共有40位，中间有23位的百姓来参加。嘛，感谢主透过即个活动，互遮的星光学院因的家长、甲咱的学生、甲咱的教会会当有搁较侪的连接。
今仔日潘牧师无伫咱的中间，是因为伊会去到金城教会来主领一个培灵会，下晡嘛有一个中级的研习会，所以咱嘛继续来为潘牧师的服侍来祈祷。好，咱永功教会中央空调修缮的专款，截至顶礼拜是176万外，所以咱嘛继续为咱教会的即个中央空调修缮的部分来祈祷，求上帝，互咱会当顺利来完成。嘛，继续鼓励咱的兄弟会当来奉献，因为咱所做伫教会的，上帝嘛要加倍祝福伫咱的身上，阿免。好，即马是牧区的圣诞节的活动，这是青少年牧区抢救圣诞任务，是伫12月6号，拜六暗7点，所以咱嘛会当邀请咱厝边隔壁的一寡国中生，也是到大专生，拢会当来报名咱圣诞节的活动。过来，圣诞超能特工队，这是儿童牧区的活动，是伫12月14号拜六的透早9点半，所以咱嘛会当邀请所有的囡仔做伙来组织，做伙来庆祝这个圣诞节。告解消息，咱家己来看咱的周报。好，安尼，阁有咱相关的网站的资料，拢会当来伫咱网站顶面会当来看到。OK。好，这条咱请所有的兄弟姊妹，咱做伙起立，咱要用这条诗歌来彼此祝福。彼此来鸣祝福你，平安福气满满心，万岁心来求摸你，光芒大点点大福气，上帝祝福你，祝福你。但愿上帝慈悲的圣手扶持咱每一个人的脚步，也互咱的家伫伊的内面充满耶稣基督的疼。佮愿圣神引带祝福伫咱，互咱每一个人身躯健康，常常吟诗，充满娱乐伫生活的中间，也成做福音的出口，荣耀上帝的名。对这事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谢谢。